Yo， 大家好，我係 C 朗，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 trick 啊，叫 backside board slide，再睇下先。如果想學識 backside board slide，首先要學識 frontside ollie。第一步擺腳，首先前腳我會好似 ollie 咁擺，而後腳我會放喺近板尾較中間嘅位置。第二步 pop 板，當後腳 pop 板嘅時候，我會微微咁向前推，咁樣做呢會令到板容易啲轉夠90度。第三步掃板，掃板嘅時候我會向分齋嘅方向掃板。第四步 landing， 當 slide 到最尾嘅時候，前腳向前推，然後後腳微微同時向後拉，令 landing 嘅時候會 land 到直線。喺學呢個 trick 嘅時候有少少特別嘅技巧嘅，重心微微咁傾向後面，咁樣做呢，塊板會容易啲喺個 ledge 上面 slide。一開始練 out trick 嘅時候，可以試下 ollie 直入個 ledge 度，咁樣做呢會令塊板容易啲嘅跑出嚟。你喺練習嘅時候呢，經常會遇到一啲問題嘅。當 ollie 跳上個 ledge 嘅時候，個重心呢傾得太前，之後個人就好容易向前跌。重心應該微微咁傾向後面。當 ollie 跳上個 ledge 嘅時候 ，slide 到最尾嘅時候呢，都勾唔到個 trick 出嚟。因為前腳呢經常都冇推向前面，所以導致 land 唔到直線。應該 slide 到最尾嘅時候，先用膊頭帶動前腳向前推，而後腳呢微微咁向後拉，咁樣做嘅時候就容易啲咁 land 直線。第一步擺腳，第二步 pop 板，第三步掃板，第四步 landing。